今日由車河咁岩嚟到大尖山山腳，然後前輩話依條山路又斜又陡又窄，啲手臂彎仲要起級添。聽前輩講話，山上有位老人請我哋飲甘蔗水。聽佢講完條路咁難行，搞到心喐喐，又有甘蔗水飲，咁就一於試下挑戰呢條山路先。去到山路入口，見到有閘，以為入唔到，好彩仲有個缺口仔入到電單車。過唔到喎，要拆箱。因為我揸過部車有2個側箱，以為要拆箱先入到，好彩前輩助力幫手先入到去。欣賞下沿途風景先，右邊係山壁，左邊係懸崖。喺度。今日係星期日，人比較多，所以攻頂過程要多一份注意。而且依條山路仲要人多及路仲要窄，我個人認為比起澳門媽祖山路難度係3倍啊！好啦，準備開始，唔講咁多先，慢慢欣賞啦。呢度先係戲肉。
清咗嚟到。終於上到嚟啦，揾阿伯攞杯甘蔗水獎勵下自己先。前輩真係冇講錯，係有甘蔗水飲㗎，大家一齊嚟飲杯啦！